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19，腓立比书3章20节安尼讲：因为咱是天顶的国民，也仰望拯救的对遐来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仰望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有顾我带领的主，你是使我救恩的拯救者，你是阮得救的仰望。你的宝座设立伫天，地是你的脚踏椅。你互万物拢拍伫你的面前，来尊你最大。搁较要紧的，你互阮成做你天顶的国民，我要感谢称颂你无煞。主啊，阮伫世间的年日，甲你永远的永远是无通比的，因为阮知你地上不过是劳苦重担，转眼成空，总是阮有上大搁上好的愿望，就是囡仔属伫你的百姓，你要互阮有永远的拯救，因为主基督就是阮的愿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每一天拢用感谢懊恼来称颂伊的名，因为伊互咱成做天国的国民。咱的拯救是对伊遐来，主耶稣基督就是咱的愿望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